好多公司因為 IT 資源不足同人手有限，特別喺處理新公司成立及 IT 設置等各類繁複事情嘅時候，客戶需要尋求專業嘅 IT 協助及支援。IT Care Plus 工程師會因應客戶所需，配合公司擴張及業務拓展，籌備辦公室搬遷或開設新分公司等發展計劃，充當一個綜合工程統籌嘅角色。HKT 協助客戶嘅新辦公室建立 IT 設備，負責統籌及協調與 HKT 相關服務嘅工程項目，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。範圍包括安裝、更換及添置各樣 IT 設備，例如打印機、鋪線、防火牆、交換機、路由器及會議設備解決方案等等，並提供顧問諮詢服務，助你拓展更大商機。想了解更多 IT Care Plus 服務，歡迎致電服務熱線查詢。